来看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，总统府表示讲，副总统会伫8月12日出发18回国，计共是7日6暝，会过境美国纽约加旧金山。之前风声讲，副总统争取要过境华府，也毋过美国有疑虑。咱的外交部是摆回讲，伊毋捌规划过讲要过境华府，这毋是事实。副总统赖清德将会担任总统的特使，出访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。因为赖清德也是民进党2024总统参选人，过境美国特别引起注意。总统府伫咧随日公布完整的行程，将会伫8月12日出发，13过境美国纽约，14到巴拉圭，16过境旧金山，18回国，全程是7天6暗。总统蔡英文的核心幕僚，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仲安也会随行。总统这一次交付赖副总统最重要的那个任务，当然一来是那个祝贺那个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，那另外当然是强化之间彼此的这些邦谊。因为之前有传讲赖清德争取过境华府，引起美国的疑虑，甚至被要求伫咧美国的行程莫公开。掩过外交部澄清讲，消息并无正确。出访友邦过境美国，将会按照舒适、方便、安全、尊严的原则办理。我们跟美方协调过境的这个过程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包括到华府或维吉尼亚或阿灵顿。我可以跟各位证实是不确实的。因也对中国的反弹有大雷讲，过境的规划已经做过几多年啊，也无应该是造成其他人的无欢喜，或者是对加深彼此冲突的借口。这嘛是由美国的议员致函给副总统贺锦丽，希望伊会当甲赖清德见面。是毋是有相关的安排？外交部无正面回应，只敢讲行程抑搁伫咧规划，会伫适当的时间对我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